现在请孔立成弟兄来为我们做见证分享。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名字叫做孔令成。那我之前是待在学青团契，主要有时候礼拜天会在第2场台语礼拜做投影的服事。那我是去年9月的时候到日本念书，然后现在趁暑假回来台湾一下下。那感谢上帝可以在我这短短的假期中，可以跟大家讲我的一些分享。那也很。因为明天就是父亲节，所以我想要讲一个就是有关于我跟我爸爸之间的关系，就是在我信主之前跟我信主之后跟我爸爸关系的转变这样子。那其实很感谢神在我身上动了工。我想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爱，我可能也不会有这些转变。那这要回溯到以前，从小到大，我爸都对我非常严格。那无论是在课业或是品性的方面，只要一点点不合他的意思，他就会一直被他纠正，然后也会被很严厉的责备这样。那其实我到国中、高中我都没有经历过所谓就是非常叛逆的那种青春期。可是你知道，就是随着时间、随着年纪的长大，你懂得越来越多，你就会知道那种责备是自己是不喜欢的，自己是不高兴的。那长久累积下来，我跟我爸爸每次聊天，在家里都只会聊我在学校的功课，还有我考试考几分，然后老师对我的评价怎么样，就是完全就是学校的东西，然后生活的，比如说哪里好玩，有什么好吃，然后或是我们对之间我们彼此有什么想法，我们完全都不曾聊过。那其实蛮悲哀的，就是有时候在家里我可以避开他，我就会避开他。那就这样到我高3的时候，我爸爸被派到泰国去工作。其实那时候我非常开心，我想说哇，他终于不在了。那就是觉得哇，以后在家里可以不用看到一个人就要闪他这样子，对，心中非常高兴。然后因为在泰国的关系，所以跟爸爸联络的方式就可能只剩下电话。那个时候，那1个礼拜通1-2次电话，我就觉得哇，就好像解决一件事情的感觉。但是我当时并不觉得这种关系非常的奇怪。然后应该算4年前吧，来到教会，然后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那接下来其实在受洗之后，我想很多人都可能经历过，是开始受到一些挑战。跟一些困难，还有一些试探。那2年前，大概我妈妈得了癌症，然后就是不得不入住那个病房，就是长期接受那个化学治疗的时候，我爸爸就是必须开始，因为我有那个时候也在上班的关系，就变成我跟我爸爸还有我妹妹就是要轮流照顾。那因为爸爸如果要照顾母亲的关系，他就一定得在泰国跟台湾两地之间飞来飞去。那其实那个时候一直是到那个时候开始，我才觉得说，爸爸是不是自己内心也有一些很难过、无法跟我们小孩说的地方，这样子，就到那个时候我才感觉得到。那有一天晚上在照顾我妈妈的时候，在医院照顾我妈的时候，就翻圣经翻到以弗所书6章1节，他是那样讲，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然后还有说到，你们做儿女的凡事要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那圣经都这样讲，是理所当然，然后这也是圣经说，然后是上帝命定的。但是我那时候才开始在反省自己说，哦，原来长久以来我并没有做到这些事情。那其实我自己蛮难过的，对于自己。然后在妈妈因为不敌病魔，然后蒙主恩召之后，其实我那时候才有真的体会到国小课本上面讲什么叫做子欲养而亲不待，对。然后也是开始在那段期间，我为我整个家庭跟家族祷告。那我也从祷告中获得一些力量，然后也开始主动去试着跟父亲好好的做内心的沟通。但其实因为爸爸个性比较硬，然后比较顽固，就是其实一开始没有非常的顺利。他也是会说啊，你顾好你自己就好什么的。但是后来我去年到日本之后，
我跟我爸可能一年只见到1-2次面这样子，就是次数非常的少。然后就是每次也可能每个礼拜用电话联络这样子而已，所以就会觉得说，我一个人在外面，我自己都知道一个人在外面的那种比较孤单的感觉，那何况是他因为是工作的关系，他要管理这么多人，那想必他压力一定更大。那而且我也知道说，因为妈妈已经不在，我更有这个责任去关心跟照顾她，因为我是长子，所以说就这样一祷告下来，然后我也试着长久就是去关心她，就是工作要注意，你不要太累，然后自己健康，在外面吃东西什么，自己健康要注意一下。那就是这样，大概快1年多之后，我们的聊天就是可能不再是只有说，他问我说我课业怎么样，那反而是说我们对于未来或是对于生活有更多的计划这样子。那我也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之后，我也是会一直为我的父亲祷告。那希望有一天他可以接受这个信仰，然后跟我一起领受上帝丰富的恩典。谢谢大家。